想當年，廣東粵人係推翻帝制嘅功臣。鄧公話仲有封建殘餘就未清除，反官僚反封建同樣係粵人嘅強項噃。公平正義執政為民，就係將來國家統一嘅軟實力。軟實力。咁粵人可以點樣做呢？我哋可以等人民，無論南方定係北方，都大膽咁去面對傳統，同過去和解。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唔敢實事求是，勇敢面對過去嘅歷史，呢樣唔講得，嗰樣唔講得，係冇可能真正自信嘅。唔能夠為咗過去嘅錯誤犧牲社會管理嘅效能，相反，只有實事求是，承認不足公平公正，再加上公開先能夠令人民幸福同滿意。文化和解係關鍵嘅一步，體制改革就水到渠成。冇錯啦，民國嘅歷史確實係有啲敏感，但係民國嘅精神，國共合作抗日反侵略，仲係有好多亮點嘅。忘記歷史就意味住背叛。國民黨都唔係以前咁，係地富反壞嘅大本營。好似國民黨新主席鄭麗文女士講嘅，拋棄分歧，真誠合作，和平統一，求同存異，就可以共同創未來。創未來。體制改革上層嘅事啦，講好廣東嘅往事，就係廣東粵人能夠做到嘅利國利民嘅事啦。所以飛仔哥會堅持去講過去廣東嘅歷史，歡迎大家對飛仔哥嘅節目做監督，報料或批評，發現廣東歷史文化公平正義嘅力量，就係我將來追求嘅理想嘅理想。大家話支唔支持？支唔支持呀？